明星呢兩個字究竟係指緊閃耀一般嘅存在，又或者係束縛自身嘅身份呢？究竟公眾人物係咪只能夠活喺聚光燈嘅底下，並且成世人被逼戴住個面具做人呢？Hello， 大家好，我係小喇叭，歡迎收睇動漫評論。今日我要長談嘅作品就係由著名導演今敏執導嘅處女作《藍色恐懼》，又稱《未麻的布屋》。就同平時一樣，以下內容涉及嚴重劇透以及本人嘅主觀，如果冇問題嘅就繼續睇落去啦。藍色恐懼呢套由今敏執導嘅動畫電影，係基於竹內義和嘅小說Perfect Blue 完全變態而改編，而本作嘅故事就因女主角霧月未麻被公司叫到從偶像歌手轉型做演員而開始。所以故事一開始，未麻就同自己所在嘅音樂偶像團體 CHAMU 分開，並且獨自踏上演藝之路。消息一傳開冇幾耐，未麻就已經收到嚟自狂熱 fans 嘅恐嚇信。但就喺未麻作為 CHAMU 成員嘅最後一場演出，未麻就收到嚟自 fans 嘅信封。信封裏面係一條通往自己嘅 fans 俱樂部嘅 link。網站裏面，未麻就見到有一位自稱 Mimarin 嘅網民冒充自己為自己發聲，以及分享自己嘅日常生活。起初，未麻就覺得呢個網站都幾得意，直至到未麻意識到自己嘅日常生活，甚至乎係自己最細微嘅個人習慣，竟然會同個網民所寫嘅內容係驚人地相似。而呢一件事就開始喺未麻嘅內心埋下不安嘅恐懼。喺另一邊，未麻見到自己嘅昔日隊友嘅偶像事業開始踏入正軌，所以就暗中誕生自我質疑嘅念頭，以及一直否認自己嘅偶像未麻。但係幾不安都好，生活都係要繼續。而未麻嘅經紀人就開始為未麻嘅演員生涯感到頭痛，因為未麻可以話係第一批轉型做演員嘅偶像歌手，所以未麻嘅演員生涯一開波，基本上就逆流而上，甚至乎喺未麻正式出演嘅第一套電視劇《Double Bind》，套劇一開始佢嘅戲份就只有一句對白咁多。見到咁嘅情景，未麻嘅經紀人為咗鞏固未麻嘅演員事業，所以就被逼接一啲大尺度嘅戲份，同埋一啲寫真集拍攝 job 嚟逐漸提升未麻嘅知名度，以及撇開偶像歌手嘅形象。而作為過氣偶像嘅經紀人之一，劉美無時無刻都喺度質疑緊阿頭嘅決策，同埋擔憂緊未麻嘅身心健康。自從接咗啲大尺度嘅戲份之後，未麻嘅演員事業就開始步入正軌，但係未麻作為偶像嘅包袱並冇因此消失，反而佢哋好似夢魘一般糾纏住未麻，甚至乎係去到影響心理健康嘅地步。因為偶像本身就係一種完美無瑕嘅存在，當一個完美無瑕嘅形象開始坍塌嘅時候，你係會欣然接受定係破口大罵呢？呢一個問題嘅答案大家都心照噶啦。但係未麻嘅變態跟蹤狂就選擇咗第三個選項，就係否定現實。見到自己嘅偶像背叛咗自己嘅期望，所以佢對未麻嘅執念亦都越嚟越強烈。咁啱得咁巧，所有導致未麻轉型做演員嘅人都被捲入一場又一場嘅兇殘謀殺案。隨住謀殺案接二連三發生喺自己身邊嘅人，未麻不安嘅情緒同埋自我質疑嘅思緒已經到達一個極端，已經無法分辨真假嘅地步，無法從拍戲嘅思緒抽離。咁啱得咁巧，自己嘅角色嘅結局就係患有人格分裂，所以套戲就喺呢一段劇情透過現實與拍戲情景之間嘅切換嚟混淆未麻同埋我哋對現實嘅理解。雖然未麻喺呢段期間已經去到身心疲倦嘅地步，但係未麻反而係喺呢一段期間更加堅定自己想做演員嘅念頭。喺另一邊，去到失控邊緣嘅變態跟蹤狂就喺偶像未麻嘅慫恿之下決定姦殺未麻，但未麻就喺反抗嘅途中成功反殺變態跟蹤狂，但眨下眼頭先殺死嘅變態跟蹤狂已經銷身匿跡，就猶如頭先發生嘅事跡係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嘅事。事後未麻就被經紀人帶返去自己嘅屋企，喺佢哋返歸嘅途中，鏡頭就切到去經紀人阿頭同埋變態跟蹤狂嘅屍體身上。一返到屋企，未麻就開始發覺自己間屋企係充滿住違和感。
本應已拆嘅參謀海報，死剩2隻魚仔嘅魚缸，成間屋就猶如翻到去自己仲係偶像歌手嘅時候。此時身着紅色禮服嘅偶像未麻出現喺未麻嘅面前，但係透過鏡面嘅反射，未麻見到嘅反而係自己嘅經紀人劉美。原來還有人格分裂嘅唔係未麻，而係自己嘅經紀人劉美。但係呢個並唔代表由一開始就已經係劉美搞鬼。未麻一開始的確係經歷緊事業嘅低谷期，而故事一開頭，偶像未麻嘅誕生係一種雙重隱喻。第一就係未麻自我質疑同埋迷惘嘅一面，第二就係 fans 對未麻嘅想象、投射以及佢哋對未麻嘅執念。至於喺故事嘅尾聲，身着紅色禮服嘅偶像未麻就係第三個隱喻。大家仲記唔記得喺故事開始冇幾耐，劉美同佢阿頭之間嘅對話係有揭曉劉美曾經係一位偶像歌手嘅信息。由於呢一個故事嘅轉折係冇一個明確嘅共識或者係答案，所以我就認為劉美嘅內心衍生出偶像未麻嘅人格，其實係有多少出於一種亞洲家長嘅心態，因為自己未能達成偶像歌手嘅宏業，所以就喺出道冇幾耐嘅未麻見到自己嘅縮影，並且將自己嘅期望寄宿喺未麻嘅身上。但隨住未麻逐漸偏離自己嘅期望，所以就透過變態跟蹤狂嚟影響未麻嘅心智。所以身着紅色禮服嘅偶像未麻就係象徵住劉美無法接受現實嘅心態。咁所謂嘅亞洲家長心態呢，其實係我對劉美嘅動機嘅理解啦。而劉美同變態跟蹤狂聯手影響未麻呢一段劇情，係大家對嗰一段劇情嘅共識。而劉美正式衍生出偶像未麻嘅人格，好可能係劉美見證未麻拍攝強姦戲份嘅時候。但係最重要嘅係，事先嗰幾場謀殺案嘅兇手好可能係劉美，而唔係我哋普遍認為嘅變態跟蹤狂。因為喺頭2次嘅謀殺案，我哋一次都冇見到變態跟蹤狂嘅身影，甚至乎我哋喺第2場謀殺嘅時候係見到未麻親自喐手嘅一幕。就係咁，大部分嘅觀眾就被自己對變態跟蹤狂嘅刻板印象蒙蔽咗自身嘅判斷。順帶一提，雖然動畫係冇講明關於未麻的部屋嘅由來，但係考慮到嗰位 Mimari 對未麻細微到極致嘅觀察，係只有非常之親近嘅人先至能夠做到嘅嘢。而劉美作為未麻嘅經紀人，喺工作嘅時候基本上係無時無刻都喺未麻嘅身邊，加埋劉美對未麻嘅執念，同埋一個細思極恐嘅一點就係，未麻作為一位年輕人，唔識得用電腦都唔係啲咩大問題，但係個問題就在於教未麻點用電腦嘅人，反而係身為老餅嘅劉美。結合晒以上嘅細節，我哋基本上可以肯定，劉美就係未麻的部屋嘅創辦人。咁解釋完故事最混淆嘅地方，意識到咩事嘅未麻就開始尋求幫助，而雙方就開始一連串嘅追逐戰。但由於劉美喺追殺未麻嘅途中意外地身受重傷，入咗廠。故事嘅最後就係劉美被證實患有人格分裂，而未麻就喺探望完劉美之後，就透過汽車裏面嘅倒後鏡向觀眾講咗一句：我才是真的，而故事就此完結。藍色恐懼作為一套28年前上映嘅電影，佢對於公眾人物所經歷嘅困擾、心酸以及網絡生態嘅解讀，對比今時今日嘅現況，都係驚人地相似。無論係公眾人物嘅私隱問題，或者係普羅大眾對於自己嘅偶像嘅幻想同埋偏執，都係冇明顯嘅改善。而某啲經紀公司向旗下嘅藝人提供嘅合約，據說某啲合約係有清楚列明，喺合約嘅期間，該藝人係不得牽涉任何嘅男女關係，或者係任何會損毀該藝人嘅完美形象嘅行為。就算你唔係知名嘅藝人，只要你係稍有名氣嘅 KOL， 你就避免唔到普羅大眾對你嘅幻想。當中喺網上最常見嘅例子就係一啲靚女網紅突然被揭發，或者係宣布原來佢係有男朋友嘅情況，跟住好多時隨住消息嘅公布就係明顯嘅退訂潮。而呢一個就係貫穿咗成個藍色恐懼嘅主題之一，
就係偶像包袱。因為微麻係曾經做過偶像歌手嘅原因，所以無論佢做啲咩都好，普羅大眾都會好自然地為微麻套上完美無瑕嘅形象，並且對佢有非一般嘅期望、幻想，甚至乎係痴迷。而微麻為咗回應 fans 對佢嘅期望，就只能一直戴住面具嚟維持最討人喜歡嘅形象。但係當微麻開始為自己作出選擇，背叛 fans 對佢嘅期望同埋投射嘅時候，嗰班所謂嘅 fans 就深受打擊，所以就開始滿口惡言，認為自己嘅偶像已經淪落到要行色情路線嘅地步。再極端啲嘅 fans 仲可能會揾上門，跟住送紮花俾佢添。而微麻嘅內心就因此產生自我質疑嘅一面。基本上，藍色恐懼嘅故事就係微麻要喺 fans 對佢嘅期望同埋自我質疑之中尋找自我嘅故事。而微麻同佢 fans 之間嘅關係嘅本質就係一種虛偽嘅仰慕。佢哋憧憬嘅唔係真正嘅微麻，而係清純活潑嘅偶像歌手 Mimari。結合晒以上提及嘅原因，我覺得呢一啲原因亦都係 VTuber 或者係虛擬偶像存在嘅原因，同平時嘅公眾人物一樣，佢哋都需要維持特定嘅形象同埋特定嘅人設。但係兩者之間最大嘅分別就在於 VTuber 同埋虛擬偶像係唔需要真人拋頭露面，而係以一個虛擬嘅形象同觀眾喺線上見面，所以佢哋喺私隱上絕對係遠比傳統嘅偶像明星有更好嘅體驗，因為佢哋只需要喺工作嘅期間維持佢哋嘅人設，再加埋係冇人知道佢哋嘅樣貌係生成點，所以佢哋先至能夠做到比較明確嘅公私分明，唔需要時時刻刻都維持住自己嘅形象。咁我唔係話 VTuber 係唔會經歷同微麻相似嘅心理掙扎，但係 VTuber 係至少知道自己嘅觀眾係中意裝飾咗嘅自己，而唔係真實嘅自己，因為根本冇人知道真正嘅自己係生成點。所以對比起傳統嘅偶像明星， VTuber 所需承受嘅偶像包袱係一定更加合理同埋更加人性化。除咗偶像包袱之外，其實藍色恐懼喺某種程度上亦都預言到網絡對人造成嘅巨大影響，而嗰樣嘢就係網絡定義咗好多樣嘢嘅價值。我就攞動畫入面嘅情節嚟做例子先。微麻的布屋擅自定義咗微麻就只能夠係 fans 心目中嘅 Mimari 呢個觀點。當一股聲音或者係觀點越嚟越大嘅時候，無論你身邊有幾多個人勸咗你睇開啲都好，你都係會情不自禁望向負面嘅一邊。但係如果連正常人都咁輕易被影響嘅話，更何況係處於迷惘期嘅微麻呢？相應地，現今嘅網絡係定義咗普羅大眾對於開心、富有甚至乎係成功呢一啲咁嘅概念。例如買得起架遊艇先至叫做成功，晚晚都有左擁右抱嘅夜生活先至叫開心，又或者係銀行戶口要有3億先算係一世無憂嘅概念。呢一切皆係被定義咗嘅概念，多得網絡已經融入社會生活嘅一部分。呢一個原因，大部分嘅人已經變得無法主宰自己對某啲事物嘅睇法，因為大部分嘅人既冇辦法改變現實，亦都冇辦法從網絡嘅身上轉移視線，所以人類與網絡之間就形成咗呢一種畸形嘅依賴關係。因為網絡係我哋獲得快樂嘅來源之一，亦都係我哋獲得痛苦嘅途徑之一。咁喺往後嘅日子，呢一個問題會唔會逐漸改善呢？我唔知，但係從藍色恐懼上映以嚟，直至到今年為止，呢一個問題係從來都冇改善過。咁你哋對呢一個問題又有啲咩睇法呢？記得喺留言區嗰度留低你哋嘅睇法啦。咁總括嚟講，我認為藍色恐懼係一套值得反覆觀賞嘅電影啦。無論你係以好膚淺嘅方式，或者係以好仔細嘅方式去睇呢一套戲都好呢，你都係會 get 到呢套戲想表達啲乜嘢。但如果我哋以細節狂魔嘅方式去睇翻呢一套戲嘅話呢，我哋會發現畫面上其實係有好多小細節，或者係一啲詭異之處。同時，每個人對呢套戲嘅細節係有唔同嘅解讀，因為呢一套戲又係嗰啲行模糊路線嘅作品。就例如邊個係微麻的布屋嘅創辦人，甚至乎係邊個係頭一單謀殺案嘅兇手。
呢兩個問題都係冇一個明確嘅共識，因為故事根本就冇講明邊個打邊個，而呢一點亦都係藍色恐懼最受歡迎嘅原因之一。即使大部分嘅人都有專屬於自己對某啲情節嘅理解，但係到最後所有人從呢個故事獲得嘅信息係一樣嘅。所以如果你哋諗住睇呢套戲嘅話呢，其實係唔需要抱住偵探嘅思路去睇呢一套戲嘅，反而我哋只需要 relax and enjoy the movie。咁今日嘅時間就到咁上下啦，中意條片嘅話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個 channel， 但係最重要嘅就梗係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睇啦。咁我哋就喺下條片見。